择求晚归，老婆不让进门怎么办？他知道回来了。啊，没睡呢，你睡吧，挺晚的了。之前告诉我几点回来了？九点吗？现在他妈几点了？你看。今天喝的有点高兴，哎呀，下不为例啊，下不为例有点。高兴啊！去阜外高兴，去上外高兴，你去。啊？出去！哎呦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回家睡觉，困了。睡哪家？我这哪是你家？酒吧在你家，上酒吧过去呗，搁酒吧睡呗，上那睡去。走，去！错了，媳妇儿。不，上酒吧睡去，别回家睡。哎呀，我错了。错怎么错？哎呀，干啥回来？老爷们喝点酒怎么了啊？爸，这怎么整来的呢？这不家里路由器坏了，我早出去跟回去把它修一下，顺便整的喝点。等喝完之后啊，爸再请你洗个澡啊。回，几点了还出去洗澡？那这么热还喝这个酒，你刚喝完还喝呀？那不有正事儿吗？我给爸修路由器嘛。爸，我给你准牛奶洗。那我还没洗澡呢。搁家洗，洗完了睡觉。